最近一直听到要进口这个有毒的美猪哈，那个叫做有含瘦肉精的美猪，听了就觉得很恶心这样子，还是吃点鸡吧。这个是我排除忧郁症的一个早报吃播。就突然很想吃。这今天真的一直想到政府要进口这些东西，我们就觉得很悲哀。真的是觉得很悲哀，心里觉得很悲哀。金门有肯德基吗？没有啊，所以我们常常真的没有吗？啊，我们常常在老爹金门很多人到台湾来就买整桶肯德基回去啊。哦，真的直接搭上飞机这样。对啊，带回去啊，麦当劳、肯德基比较常买，麦当劳也有，因为金门没有麦当劳、肯德基，也呼吁麦当劳、肯德基到金门去生。真的啊，我一直跟他们呼吁啊。真的有金门小孩子也喜欢吃这个。真的，大家一起来。马祖也没有，马祖也没有哦。没有麦当劳。我们金门人很多了，因为我们金门现在要禁止美猪进口，我们会禁止哦。我们金门县现在要通过自治条例，金门县现在要订自治条例，就是要让那个瘦肉精的美猪要零检出，我们会通过。你继续吃，你继续吃。我就大家坐着一起吃。我觉得吃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就是感觉好像不用再谈到。还是很悲哀啊！我觉得很沉重啊，实际上还是很难过啊。你吃完这一块我们就吃，没有一起吃啊。你吃完这块我们就可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已经吃完1块了，可以吗？不好吃。我们家很多保护会，我们不是没有交嘛？对啊，我们已经交了4000亿给美国了，进对，口，而且是已经超过了原来的年度预算，还要再编列特别预算。我觉得美国真的是予取予求啦。我们台湾政府自己跪下来的啊，都还没有开始谈判，就自己先跪下来，这样真的丧权辱国。我真的觉得丧权辱国，越讲越生气。丧权辱国，丧权辱国。我现在说蔡英文，真的。这一件，你是什么时候被告知的？时序上记不太起来了。是阿扎尔部长来之前还是来之后？之后。那美国部长来也没有跟我们谈到这事情，完全没有。没有，你跟他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们知道一个医药医材的一个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那第一个他对我们的疫情疫调。筛检他非常的关心。那然后我们有谈到一些疫苗。提到说这个标示有朝3个方向来做，那你刚只有讲到2个，那第3个是什么？那当然就是直接贩卖的处所啊。直接贩卖处所，等我们餐厅餐厅直接在卖这个，所以我们散装食品、包装食品直接贩卖的处所，都要有标示清楚产地国。好，那我们大概在这段时间也会选定一些地方做一些示范，然后也吸取大家的经验，让民众了解说，这样子标示大家够不够？这样看得了解吗？是不是能够避开，能够尊重大家的选择权？那这几个月，我们很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示范区有初步选定哪些场所？现在请食药署在选，总之大家比较可能的，我想像那个什么。迪化街那个是一个散装食品，那传统市场可以选一个。因为当年我想1993年在西班牙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瘦肉精的一个对人体的危害的报告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的瘦肉精它使用的是所谓的克伦特罗吧 ，clenbuterol 它是另外一种瘦肉精。然后后来大家才发现说，这种说来做这乙型受体素就是我们称的瘦肉精，有几种。克伦特罗还有很多种，那是相对的不安全，所以以前用了一些不安全的药。然后后来再选到这个莱克多巴胺，那因为它的在人体在猪里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代谢时间大概4个小时就会半衰一次，所以它相对的是很安全的。部长，你说你会带头吃这个瘦肉精的美猪美牛，是不是？我是说那样子也没问题啦。我说那样子没问题。刚才那个寇后姐这个我还在跟她开玩笑，说当时3个月，我应该每天上午8点来这边报道一下，然后他负责1块这猪肉给我，不过我建议要2块的，然后标好，美国猪、台湾猪。那各吃1块，吃3个月。不过我三高有一点问题了。部长，那个检评估报告什么时候出炉？
我们那个评估报告，我想这今天吧，礼拜一、礼拜二大概就会上来。那我们昨天好像有先给立委了，我们有先给立委，那立委就有一点对我们就有一点抱怨，说那样的一个好像不够白话文，所以我请食药署那边再把它弄得让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懂，